上一期啊，咱不是做了一个钢铁侠手臂导弹发射器吗？手指头向下拉这个绳子啊，就能控制发射。但是啊，这用1次2次啊，感觉还行。发射次数多了，感觉这手指头都要被拽断了。然后就有同学建议我可以把它改造成电动的。于是今天啊，咱准备继续升级改造一下。首先啊，要改造成电动的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这样的马达。然后我们把上面这部分啊给它拆下来，发射机关啥的全都集中在这一部分了。接下来啊，我们把后面这根线给拆下来，在前面这个地方啊连接上一个锥齿轮，做一个像这样的齿轮传动结构。然后把马达安上去。现在啊，当马达转动的时候，就能控制上面的发射机关了。最后咱们把它外壳给装上。为了方便发射，我还在前面安了一个自动传感器，传上咱们编写好的程序。当我按下按钮，导弹就能进行发射。接下来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对不起了，兄弟。First blood, double kill.Triple kill！ 现在啊，咱这2.0版本就已经改造完成了。3.0怎么改？评论区啊，交给你了。